愈来愈多间学校因为学生囡仔较进暂停上课，中央即马有提供高中以下学生一个人2支快筛试剂，这大学生是有3组的快筛试剂。嘉义市教育处即马搁再宣布加送1组，可怜的学生接到通知了后，就先做快筛，减少等待时间。教育处人员当咧经快筛试剂要分予学校，学校针对空内的学生名单，搁一份一份来准备。为了要让空内的学生伫礼拜学校进前确认家己的情况，嘉义市搁加送1组快筛试剂。在居隔的时候，他可以在前期、中期，更是回到学校之前，可以来做检测。这个对于家长来了解到孩子的状况，以及回到学校之前他的健康控管，到学校的一个防疫安全，我觉得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。嘉义市教育处表示，中央针对空内的学生拢有提供快筛试剂。但是考虑到因转用的情形不时的发生，为了学校的健康环境，才搁替学生加增加1组。那在中间期间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也担心说随时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，所以就可以马上来去掌握了解，然后也可以马上可以立刻来做医疗或者是做 PCR 的部分。除了替学生增加快筛试剂，嘉义市政府嘛表示，亲像警消、清洁队等等维持社会运作的第一线人员，应该要配合快筛试剂，让因会当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状态，呼吁中央应该要来重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